汉的鼓声搭配着效果杂交的灯光，这是石鼓集乐团伫今年新春所推出的新作品《道义有道》，出材自日本诗集《一切聊天顶的故事》。使用的配机上的话，有比较多的小的金属乐器，方便于他们行走跟奔跑，然后加入了那个日本警察的哨子，就是去哔哔，然后让大家更有代入感，并加入了一些 sub， 还有一些电子音效，还有那个警报器，对，然后让观众他们在追他们这样子，来回配合灯光这样子，让大家会看完之后，除了心情很好之外，也感觉到很刺激。作品将伫初一开始演出到初五，这部也安排大喙鼓甲观众互动。另外，除了看这部，来西园区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。那呢，在石鼓人堂文创园区呢，这一次呢也推出3大的必看、必玩、必拍的3大攻略。首先，必看就是我们的定目剧的精彩表演。那呢，必玩当然就是我们园区非常热门的一个极限体验设施，还有我们的必拍，我们精彩又漂亮的完美打卡拍照景点。会当欣赏表演，也有各种设施甲美食会当享乐，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好朋友来斗阵佚佗。大家毋免惊过年无所在，通好去咯。想要了解更加侪资讯，会当就网站来查询。台南市卫阳顺怀采访报道。